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6篇，列王记下卷第5章15到19节 A， 使徒行传第19章21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唯一上帝。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遇到了困难。以弗所当地是非常迷信的一个地方，他们信奉雅底米女神，并且呢，雅底米女神神庙相关的商业利益是非常的大，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伙伴关系。许多以弗所人开始进入教会，雅底米女神的崇拜也受到了影响。这些得到厚利的相关产业也受到影响，因此他们就群起抗议保罗，并且企图把他赶出以弗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名叫底米特的银匠，一向以制造银子的雅底米女神庙模型为业。这行业使许多匠人获得厚利。底米特召集了这些工人和所有的同业，对他们说：各位，你们知道我们的繁荣是靠这一行业的。现在你们已经听见，也看到这个保罗在搞些什么。他说，人手所造的神都不是神。这话已经使以弗所和几乎全亚细亚省许许多多人相信了。看来我们这一行业有蒙受恶名的危险。不但这样，连大女神雅底米的庙也要被侵蚀了。一向在亚细亚省和普天下受崇拜的女神尊荣也要遭受迫害。他们的偶像崇拜目的不是纯粹为了敬神，其实很多原因是为了周遭的商业利益，就很像台湾的民间宗教的这个庙宇一样。然而敬拜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也都知道，只有上帝是唯一的真神。因此这些雅底米女神的信众就非常的紧张，才会造成暴动。他们想把保罗以及保罗的宣教伙伴全部都杀死或是赶走，因为他们反对保罗的宣教内容。保罗说，人手所造的神都不是神。为什么？我们另外从旧约的经文看到，乃曼将军在他得到麻风病之后，结果他在他的国内找不到人可以医治。后来是因为他太太的女婢，以色列俘虏来的女子，非常勇敢地提出要乃曼去找以色列当中的一位先知，有些圣经翻译成神人那他说，上帝一定会赐下医治的。一位来自强国的将军，他怎么能够接受呢？他甚至这样说，圣经的记载，乃曼就非常生气离开，说，我本来想他一定会出来见我，然后站着求告上帝，他的上帝的名，在患着病的地方挥挥手，
医好我的麻风病。大马士革的亚玛拿河、法尔法河，岂不比以色列所有的水好吗？我在那里洗澡，难道不会得到干净吗？洁净吗？他就非常生气，转身就离开了。这是在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1到第12节的记载。这样子的一个骄傲的人，这样子的一个态度，他当然不会接受国势较弱的国家先知的话。特别是当他去找先知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根本没有出来理会他，与他对话，只有透过仆人去传话说，你去约旦河洗身体，洗7遍，你的皮肤就会复原，你就会得到洁净。这是以利沙差遣一个使者对乃縵说的话。这到底看到是谁在表现高傲呢？是以利沙吗？乃縵他就这样子认为的所以他才会说出这个11节跟12节的那一段话。其实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通常表现出非常骄傲或是具有攻击性的人，他的心理是脆弱的，想要借着他的言行来遮掩自己的脆弱。后来乃縵家里的女婢劝他要按照先知以利沙的话去做。那个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，主人啊，先知若是叫你去做困难的事情，你岂不也要做吗？何况他只是对你说去洗一洗就洁净了。听先知的话，去试试看，意思就是说，反正试了洗个身体也不会有所损害。后来乃縵他就勉强的去到了这个约旦河来洗澡，结果他的皮肤竟然复原了，而且跟婴孩的皮肤一样，他的麻风病就痊愈了。这下子原本的高傲就完全的消失了。他所看不起的约旦河，竟然可以使他的病得医治。到底是约旦河厉害，还是先知厉害？乃縵将军在痊愈之后来找先知以利沙，他这样的说道，圣经记载，现在我知道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上帝，没有别的，请你收下我的礼物吧。以利沙拒绝他的礼物，后来乃縵将军又这样说，于是乃縵将军说，如果你不接受我的礼物，那么就请让我装满2头驴子能够驮的泥土回家去，因为从现在起，除了上主以外，我不向任何神明烧化祭、献烧化祭或牲祭。当我随侍我的主人到叙利亚的神临门庙去膜拜的时候，希望上主饶恕我。我相信上主一定会饶恕我。正如一般的外邦国家一样，外邦的偶像多到无法数，却没有一个可以医治乃縵的麻风病。乃縵深深的体会先知以利沙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，他也告白说，没有任何一个神明能够胜过，所以他决定要除了这个以利沙的上帝以外，就不再去拜其他的偶像神明了。
虽然他仍然需要陪同他的王去拜叙利亚的神明，但是他表示他全心向以色列的上帝献祭了。诗篇第6篇，上主啊，求你不要发怒谴责我，求你不要在烈怒之下惩罚我，求你怜悯，因为我衰残，求你医治，因为我精力耗尽，我的身心陷入痛苦中。上主啊，这痛苦要继续多久呢？上主啊，求你回来救我，因为你爱我，求你拯救我。在坟墓没有人纪念你，阴间也没有人颂赞你。我因悲愁衰残，夜夜我的床榻浸在眼泪里，我的枕头都湿透了。我的仇敌使我哭泣，我的眼睛红肿，视力衰退。作恶的人啊，走开！因上主已听见我的哀哭，上帝垂听我求助的呼喊，他悦纳我的祷告。我的仇敌要遭受耻辱失败，他们在纷扰惊惶中突然退却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唯一的，也愿上帝使用我们成为福音的传播者，使人得益处，使生病的人得医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